乡亲啊，这个921大地震到今年是满20年。当年全台湾将近有2500个人死伫个地震，厝全倒的有5万多户，震央伫个南投，所以中台湾灾情惨重。但是台北遮嘛有大楼倒去，这栋是东升大楼，有87个人死亡。一直到地震后的第6天，孙启光甲孙启峰两兄弟啊，竟然还阁活地方救出来，嘛将做灾难中上界振奋人心的事件。20年过去了，花市采访团队独家访问到这个兄哥孙启峰，已经生一个5岁后生了。921大地震满20年，东升大楼的故事，咱做伙来看。921大地震震疼台湾人的心，惊天动地迄暝，北部地区拢无幸免。台北市八德路虎林街口的东升大楼面倒落去，87个人总是灾难中。救援人员无暝无日找找生还者，但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愈来愈无希望。想要到地震后的第6天，奇迹出现。怪手拨开了孙家2兄弟的栖身处，就在看起来像地洞的地方，一个人站了起来。孙启光猛灌矿泉水，看起来这几天的确是渴坏了。20分钟后，哥哥孙启峰也平安脱困获救。受困130小时，住伫3楼遭受活大的孙启光甲孙启峰两兄弟啊，靠着冰箱内一罐矿泉水甲暖气的苹果维持性命，用强大意志力甲死神拼斗。天告必救。那时候我就跟我哥讲说已经不想再继续撑下去。我哥跟我讲一句话说你出去的话就可以喝到矿泉水，和那个重量杯那个分打。我哥在喝冬瓜茶，我就说好，趁着你这最后一天我再撑下去。我那时候其实我已经以为他已经死了，我就想试看他还活着。就拉没多久我发现他竟然也还活着，那我就很高兴。孙氏兄弟啊，奇迹存活，成做921中振奋人心的故事。20天过去啊，采访小组伫孙家家庭聚会当日，采访到孙爸爸甲孙启峰。2、3年的时间，其实我们的内心其实都一直还是很黑暗的，就是都还是会有那个阴影在啦。我们是算很幸运啦，因为今天我跟我弟弟是在一起，而且我们还能够一起这样子活下来。像我阿姨一家5口都完蛋，全部都走。看到5岁后生的手成色稳重，即卖孙启峰已经对23岁青年变成是一家之主，希望外界降低关注，嘛拜托镜头前卖献光。都还是像昨天才发生的事情。其实事情过后，就是我们会更能体会，就是说家人的重要。经历这些事情哦，真的只有2个字，我觉得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，就是珍惜。孙启峰即摆是电脑工程师，弟弟孙启光是建设公司董事长的特助，兄弟两个行出阴影，且点点行善度日。这几年当中，其实我们也很希望借由我们的事情，然后去帮助到很多的人。每次看到地震啊，他们都会心里想到，哎呀，这个地震又来了。第一就想到家人，那就我们的亲戚朋友，这也是做关注社会。另外，伫这栋东升大楼倒落意外中，劫后医生的也阁有伊陈建立。地震迄暗，伊甲某囝伫外面闪过一劫，但是妈妈甲弟弟却不幸罹难。你大概多久会过来这边看？我10年他们就来。当年陈建立的太太有生第2胎，出世了后被称为是东升宝宝，即摆已经是19岁，是一名职业军人。陈建立当年只有2岁查囝，即摆嘛已经是一个捌代志的大学生。在那个灾难站起来，有站起来，我真的有站起来。爸爸，照顾好自己。爸爸，谢谢你成就我跟弟弟啊，我们都长大。我是尽力而为。新的建设砍掉旧的伤痕，但是东升大楼的重建路却是坎坷又孤长。偷工减料，时间不良，造成悲剧，但是建商脱产。就算有判赔3.3亿，灾民依然是无地求助，只会当寻求金援甲国赔，最后甲市府以1.2亿达成和解。原地重建，佮遭受建商跳票，拖延工程，只好奋战10天，才重新回去厝。
这场100年大地动天崩地裂，20年后，咱看见因努力行过真相，重新奋发，活出生命的新篇章。要往前看，不要往后看。活得真好，要有希望，因为活着就是希望。